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相输唔捌赢，相争唔捌输。意思是甲别人相输唔捌赢过，相争却是唔捌认输。主要是因为爱面子，所以讲到铁气，无想要认输。要不过你若甲健康有关系，都唔通铁气。当年公费流行感冒预防社医生，拢会特别提醒50岁到64岁中壮年的人，爱会记去注射，因为到这个年岁，本身有慢性病，无一定知影。一旦啊感冒，较容易引起中重症。偏偏这个族群注射率真低，依照疾管署的统计，中壮年的人口有500几万人，公费流行感冒预防针注射率平均较无20%。这款情形，就像生殖专家所讲的，白羊座、金牛座、水瓶座的人，你想要改变因的想法，有较困难。今日这个俗语是：相输唔捌赢，相争唔捌输。